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何志伟接到新兵来压料，讲这个国防部的防疫政策无确实，让这个军营样样要变做培养病毒的所在咯。讲进前，新光岭863个受训的替代役当中，有256个人确诊。即摆宜兰的金乐街身份中心，更加有超过一半人来确诊，甚至有新兵哪操课哪咧扫。 有够离经。新兵入伍未前操演头一关就先和疫情拍倒去，有确诊的新兵加立委投讲，毋那新光岭金乐街的营区疫情拢要失控啊！确诊者隔离他床位的6宫格，我们营区内他的邻兵过2天就确诊，就有人回营区后阴性又变阳性，继续传染给其他人。 一人提出5大质疑，若是营外确诊，营内毋免隔离，甚至毋是逐工量体温，确诊隔离满了后，强制登去营区，哪走哪扫。快筛阴性就强制要求你返营，不管你是不是还在不舒服，还在咳嗽。6宫格隔离数是荒唐，是错误的。天天量体温居然做不到，国防部到底是买不起，还是新兵用不到？ 以内政部疫症所数字显示，新光岭863个受训的替代役中有256个人确诊，金乐街身份中心有126个人，有63人确诊，超过一半。人一直问国防部一直跳针，问的是人数，刚接训一批，那确诊数是0。我们要马上发国际新闻稿，台湾的国防部，我们的新训教招确诊数是0哦。 这个是超越月球、超越地球、超越宇宙。光是讲出你给我报一个数字0出来，我心都寒了耶。就惊讲平安营会变成培养病毒的所在，这个问题若无赶紧处理，恐惊会直接影响到国军的战力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